么香吗？这米饭？确实香。香啊，香啊！哇，要种草啊，我们会种草啊，这里要种草的，嗯。对，这个饭吃起来，我的天，这么香！是的，慧怡姐姐。哦，好香。是的，学姐，是的，是的。好香。对，有没有吃过那个淮山？那个猪尾巴炖淮山的，有没有吃过的？相当可以。对，大家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。泰国米吗？你蒸这个？对呀。啊。这个米可以，我真的非常不错。对，我们平时吃那个我哥种的那个新米，跟那个跟那个泰国米，对对，山药，对，叫山药。这个米你看。嗯。还得是这个高压锅，我说实话，普通的锅真的不好吃。哇，我要。爱好。OK。你吃一下，就这种米。好香啊！我说实话，你就光吃，光。好，拿碗来，拿碗来。吃。哇塞，这个米真的香，真香。嗯。怎么这个也想要吗？烤红哥。想要吗？宝哥也想要吗？这个是泰国米。对，泰国米好香啊！7000多人了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晚上好，家人们晚上好。对，欢迎大家哦，欢迎。不见了吗？这个米，我们上次卖的那个，我怕能上吗？这么多个姐姐们想要的话，我看一下吧，家人们，我先看一下啊。把那个袋子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上次买一袋尝一下，大家想尝，我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袋子吧。他们充满了激情，充满了热情，不管做什么也好，干活也好哈，很累，但是呢，他们又那个打4是啥意思？就是说。又能唱唱跳跳的一样，就是特别的高兴，不管是做什么事情累也好，但是他们特别的开心，就这个心态他们特别好。对，特别好。打4是加上阿彪吗？什么？谢谢小圈圈，谢谢谢谢大家下单。大家都下单了说。对，心态非常的乐观，又人比较那种单纯，就像他们说实话。在国内来也那种讲的话，他们就是相当于一张白纸一样的那种，就是很单纯，就没有出去见过那种世面哈，刚刚读书出来的那种，然后见识的东西也有限嘛，因为这边哈，是吧？农村跟农村的比不了这边，真的非常的不错了。你看我一看他们就笑，我不知道他笑啥。大家想看表演节目。你安排一下吧，让他们展示一个才艺吧，来吧。对，不能也关卖，不能关卖货啊，也展示才艺吧，来吧。看大家都把1、2、3都扣起来。对，消息也比较闭塞，确实是这样的。想看吗？想看不想看？大家想看不想看？我要补。想。别人21块的跟我们的不一样，别人21块可能就是7.5毫米的，就普通的泰国香米。咱们今天这个是均长有8.5公分，8.5毫米长的，不一样啊，不一样。对，一袋是5斤，5斤39块9 5斤。准备好了啊！然后79块9是10斤的，因为这个米呢，说实话能卖那么贵，正是因为物超所值。普通的米我也不会卖那么贵，是吧？确实是哈，这么贵1斤，这么贵，贵有贵的道理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好吧？贵有贵的道理。感谢大家都相信阿彪下单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米是非常的不错，可以尝试一下。谢谢杨军哥下单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我们开始，怎么了？今天有点累吧？你们有没有激情？拿出你们的激情出来。
有没有畸形？跳起来。咪那个。跳这个。累了吗？要就可以。可以啊，来。累了。มันหินย่องไปมึงเหรอนั่นเลย มันหินย่องไปได้หนู 对，跳一下，是的。累了就唱唱跳跳。这个吗？老六每天就迫不及待想跳。老六啊，嗯。都没有结婚。我们这样的，有没有想来这边玩的？我带大家认识一下他们。就说跟大家可以认识一下，来我们这边玩。这边呢，这个月底呢是苗族过年嘛，下个月初也是苗族过新年，然后我们也开始上新房乔迁，欢迎大家来我们这边玩。来开始吧，展示才艺，转镜头啊。Low battery, please charge. 啥意思？没有电。那个是没电吗？还是什么？要有电，你试一下吧。来，给你们吃好吃的。啊，要不要吃好吃的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我们有缘人姐姐。谢谢我们云中龙哥，谢谢我们云中龙哥，靓仔，我在老挝等你哦。靓仔，我在老挝等你，来不来？谢谢大家，非常的感谢。谢谢大家。姐姐们，来吧，来坐吧，你把那个镜头调在那边，让他们坐一下。休息会，休息会。来，慢来，我拿好吃的给你们吃。来不来？拿那个你们最喜欢吃的。你来不来？我在老挝等你。来吧，给你。谢谢大家。我拿你们最喜欢吃的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拿这个，你拿这个。卖。云中龙哥。问你呢？啊？靓仔们来不来？对。靓仔就是那个福包的意思，福包。靓仔。靓仔。哦，靓仔，福包。我在老挝等你，你说。我在。我在老挝等你。我在老挝等你。美女，我等，都等。多等。对。你们最喜欢吃的。来，你给他们吃啥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你们都找不到样品，被你们吃完了。啊，对。这个是我藏起来的。哦，那个鹌鹑蛋。对。他们太喜欢吃了。就一包了，没有了。对。下次我带他们去买啊，小姨。那个我们上新门，下次带他们买一身衣服去。可以。来。记得喝。来。是吗？我知道你要抢。来，我都等你。吃。仰空天地，北极灯。真的很好吃，这个鹌鹑蛋。哎呀，小诺每天早上他要吃2包这个，搞那个糯米饭啊，然后把这个蛋加在里面，然后搞吃。给我拍，找男朋友吧。老六刚刚扎头发是他拿了一个皮筋扎的。对，头发要长一点就可以像小孩一样扎，他就不用皮筋。我在海边等你，老六。谢谢云中龙哥。谢谢。
谢谢云中龙哥。龙哥。你说吧。嗯。大家要不要点赞？谢谢。打一个船吧。嗯。打一个花。